过来看到屏东东港有一只渔船，叫做圣龙鱼61号，是团组讲因伫咧西太平洋的公海传出是失联的情形。好在在今仔下晡有家属去接到船长的电话啊，讲这只船是因为去互雷公卡着，才会失去信号。也毋过这验证是完全无问题，包含船顶10个印尼籍的渔工嘛拢总平安，目前当要驶转来咱台湾。 渔船伫东港盐埔渔港停靠，这是台湾南部上有规模的近海渔业渔港，也是远洋渔业的中心。未少渔船会为盐埔出海，啊，毋过7月初为这出海的圣龙鱼61号煞传出失联。到那的时候，因为船上有所谓的这个应急指位无线电视标啊，就是所谓的 EPR 仪器，如果碰到水哦，它就会自动发送这个讯号给透过卫星系统到这个搜救的系统里面。 圣龙鱼61号是东港籍渔船，全长26公尺，116.07吨。7月11日为盐埔渔港出海，去西太平洋公海作业。9月初3中昼，船还有对外联络。隔天下晡1点，发现船为回报器断线。渔业署第一时间联络船主了后，证实圣龙鱼61号失联，请求外交部甲国家搜救指挥中心，也是附近的友船协船。拜六下晡，家属传来好消息，船长透过网络电话报平安。 它是被雷打到了，全部的机器都失灵了，然后引擎可以动，然后开过来的时候碰到一艘日本船，接它的 WiFi 在打了，现在有请他停下来，有联络另外一个渔船要过去跟他接应。 圣龙鱼61号船长讲，船因为去互雷公卡着地势设备毁损，后续家己判断台湾的方向行驶回航，拄啊半路去拄着日本籍的渔船，就用友船的卫星电话卡转厝报平安，船顶12个人拢全部平安。记者采访报道。